你说你是不是警察？你不说我宰了你！啊！你还不怕？附近有没有网吧？网吧？哎，网吧有啊，我们可熟呢。啊！哎，我们，哎，干嘛？哎，带张大哥去网吧啊！哎呦，这孩子啊，玩网吧都玩疯了，找他没错。哎，附近有网吧吗？有啊。哎，你带我去一下。你要去网吧干嘛？上网上聊天？玩游戏吗？CS 打得怎么样？17呢？有没有 QQ 号啊？我还是自己找吧。哎，我带你去，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，网速还快。哎，你等等我，我手头上有2个网吧呢，这边不错。这边也不错。哎，还是这边吧。我就说嘛，听我的，知道吗？这边网速快。我跟你说。 把钱还给他。我没拿他钱，没拿。哎，放了他吧，他没拿我钱。滚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走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没看过自己家人吵架呀？回家看电视去，凑什么份子啊？走。讨厌。讨厌。装好了啊还给我啊！你吹牛吧你！嘿，你不信啊？我现在就给你装上。别，你拿回你房间自己玩去。对，你行了，你别装了，回你房间玩去。你回去，我这穿着制服我得上班了。你回你房间玩去吧。我就在你房间装。回你房间玩去。你好心没好报。是肯定没好报，快走吧。你小气鬼！是赶紧。虚的在你房间待着。哎，你这零件都不要了，你这些豆拿走。一个也不给你留。拿走，别留，这也别留，还这个。你骗人！你本来就是香港警察，你撒谎！哎，发他你疯了你啊！这才几点呀？啊？起得挺早啊你。你管不着。赶紧把这拿开，让我。我不拿。
你说你是不是警察？你不说我宰了你！啊！你还不怕？不怕，你肯定就是警察。方案是每10次基金单位派现0.55元，算上前次的分红，基金持有。你请他们俩干嘛去啊？我干嘛去？向你汇报。过都验过了吧？看过了，没问题啊。什么时候走啊？现在就走吧。还回来我呢？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你一来就订别人的网站，我就知道你不一般。哎，说实话，你这次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啊？你说话啊！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枪战？你们那帮警察是不是都像那些大片里的那样，一个人都那么火爆？你知道古天乐吗？他怎么样？现在红火。我不看电影。那你怎么知道《古惑仔》吧？不知道。那你一会儿干嘛去？你要想知道我干嘛，你就跟着我，只要你跟得上啊。我肯定跟得上。你老跟着我干嘛？谁跟着你了？路那么大，一个人的。哎，师傅，这前面怎么回事？这么多武警啊！天天在我干嘛还要你批准呢？不会吧？哎，师傅，你才想干嘛？您还是下去看看吧。别胡闹，这不对。我要去派出所，我告诉他们，就是我们家住的一个带枪的危险人物。我就说，我就告。问我查什么呢？全世界，我要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家住了一个带枪的危险人物。你等着吧。你以为我不敢呢？我这就去。查什么呢？我要告我现在马上就去告。假币。我们家住的一个，你放手！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儿呢？你那么想参与我的事儿啊？那先给你个事儿。什么事？那你先帮我把那个网站攻下来，简单。好吧？我现在要去上班，你就别缠着我了。那个记得这事儿别跟别人讲。保密吗？对，保密啊！好，拜拜。哎，我给你块糖。我不是，你在这别了。好心没好报。我们日子怎么过？我们怎么办？现在我们资金不当流动，银行又不给贷款，我们现在接100多号人，马上就变成主线。我想问问市长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哇！数量只需1点，狗不的少年洗面奶，滋润霜，同期热卖。自恋吗？抗病毒，感冒值得信赖的感冒药，感抗无害体환，值得信赖的感冒药，感抗。你要住店吗？杨霞是你什么人啊？我妈呀。你找她有事吗？去哪儿了？去单位了。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也一样。你们这儿最近有从外地来的客人吗？你是谁啊？凭什么问啊？有啊，住这里的人都是外地人，本地人谁住啊？我是说有没有从境外来的，比如说外国人呢，或者香港人、台湾人什么的。你说的都是有钱人，有钱人谁住我们这样的小店啊？你妈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知道。我是刑警队的肖雷，等你妈回来以后，叫她到刑警队去一趟，我有事要向她了解。
我溜走！不是说好我们是搭档的吗？是。别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我撇开，门儿都没有。别闹，我还有急事。哎，我知道你有急事，警察还找过你呢。我知道。还让我妈去心理队呢。不知道一会儿我该让我妈跟他们说什么了。小坏蛋，少爷谈不成。哎，我还不是一样，不知道攒的这个钱啊是真还是假呢。哎，文文啊，有没有客人啊？哎，你打算让你妈怎么说？我不让我妈说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没时间了，我也不能在你家再住下去。我不想牵连你们家，也不希望你跟我一起冒风险。你还是个小孩。你就是想把我踢开，不行。什么不行？小孩。我又不是什么小孩，我喜欢冒险，我就是喜欢被你拖累。总而言之，你上哪都得带着我。你这孩子，你不懂，你跟我在一起真的有危险。但是，那我会电脑啊，我可以帮助你嘛。你不是说总想进入什么网站吗？没有我，你根本就进入不了。怎么样？考虑一下吧。行，你帮我可以，不过我有条件，啊，第一，你不能跟着我；第二，你必须要听我的话；第三，你先把前2条做好。没问题。你先攻下这个端口，我要进去查点资料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怎么样了？